成龙、李连杰跟我们3个都买不到保险，因为他们说跳这个山呢是危险的工作，我们说的太危险了，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样。恨是我硬漢子，拼出一生痴，流汗血盡赤心，追尋大意義。保险公司把你拉入黑名单了是吗？是没法保的，现在还没有解禁。有其他的一些领域可能可以保，但是一旦你到了片场或者是做危险动作的时候，他们都觉得几乎是很难保的。全部得失之有全心知，跨步上雲上我要去寫。这一场戏的动作一定要有一个镜头是拼命的看，给觀眾看下來死人一樣的，就是這種感覺。而且我們那個時候還真正現實，還真的經驗的太多了。憑傲氣自我寫我一生的詩，情共愛淚與痴，真誠是意義，生命豁出去。最驚險就係拍嗰個爆炸咯，最大爆炸即係喺度跑過，即係成龍自己都要喎，咁觀眾知道，哇！真係佢喺個爆炸裏邊喎，大佬唔係就咁樣啲空鏡喎。跨步上雲上我要去飛。我唔係超人，即係做任何動作我都驚，但係落咗嚟之後，我已經優越咁、英雄咁。衝前去，全部得失只有盡心知。跨步上雲上我要去飛，衝前去。